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气类类个节目。当到个乡亲朋友看呢个节目吼，都当好个运动个单元吼，因为吼运动只是对身体来讲吼，会非常重要，又当控制个事情。今日咧，你会教乡亲朋友用应对运动吼。不过咧，就分享你啊来宾来之前呢，出来之前呢，先绕墙大家来看一下短片。我是小胖潘怡芳，我跟大学篮球队的队友云乔一起创办了好时光。我们都爱运动，也发现身边很多女生朋友一样都想运动，但却常常因为找不到一起运动的朋友而无法持之以恒。为了解决这个困扰，好时光透过将运动游戏化，并提供一个女生限定的运动平台，让大家有机会认识运动好朋友，改变刻板的印象，体验快乐的运动时光。我们的实体空间于2016年3月正式开幕，让女孩们能有更丰富的课程选择，也希望在开幕后半年达到80%的满班率，带领更多女孩开心运动。我觉得创业就是在追求比完美更完美的过程。对名流超然期盼嘅體重籃球賽，都也係有嚟自家嘅實體教室。小胖老元朝一直都對自家嘅理想到現實地位綁太索。不過佢到底要賺到錢，可能唔係現時青春嘅目標。顛倒唔求清潔，強求清快樂，但係佢哋要繼續堅持嘅價值。創業就係對嗰份夢想嘅堅持啊！每期望兩個創業項目嘅堅持，有一日都嚟打造出佢哋新冠度清強嘅好時光。耶！哇，太棒了哈！哇，这个太开心了。今日咧分享你今屆来宾吼，就你讲有後生啊，又有法力啊，又係當有空前陽光感覺嘅兩屆後生姐妹吼，先嚟分享嘅第一屆咧是呢屆好時光嘅共同創辦人大家做啲興起講起嘅片名就小胖吼，怡芳，歡迎。大家好，我是好時光的小胖。歡迎大家一起來跟我們運動。耶，歡迎小胖。今日咧分享嘅第一屆共榮係共同創辦人雲喬。大家好，我是雲喬，那也可以叫我 Steffi。那歡迎大家呢跟我們一起開心運動，然後打破自己的成績。耶！所以我們現在也不用錄影，我們就來去運動吧。沒問題，現場就開始。對，劉讓之前呢，龍改和尚也非常的活潑，而且感覺上一開始有一點點緊張，可看起來現在沒有啊，還是很緊張。而且在看那個短片趕時間，我們的小胖一直說：現在不要吵我，我現在來練客家話，那個大家好。然後害我也有一點緊張，就剛大家好說得很好哎，開嘎吼，你怎麼可以說這麼好？耳濡目染，還是不會講，但是還是聽了蠻多年。媽媽是湖口的客家人，對，所以有時候回湖口的時候，可以聽到媽媽或是跟親戚他們還是會用客家話交談。對，所以有一點點那種感覺嗎？對，有一個很懷念的感覺，像小時候回到外婆家的感覺。那我來考一下客家話好了。好緊張了，真的太緊張了。請問小胖，奶奶怎麼講？奶奶是阿婆，哎，講得很好，謝謝大家。對，然後雲喬其實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客家台上節目，你聽到客家話其實也蠻好玩的，對不對？對，其實我剛剛認真聽，感覺聽得出來是什麼意思，對不對？對，其實那個音有時候你認真去體會是有感覺的。對，不過不管用音吼，今日繞牆頭兩改這樣什麼來到兩片黑繞台高來少改，其實我們要告訴大家，今天要來運動的。對，我們先講一下吼。這個運動的這個兩隻體風呢，係有兩兩改降什麼的新的改，而且你們那個運動的地方是不是只限女性？對，我們是一個女生限定的運動設計，對，然後名字叫好時光，對，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好，因為其實我們會叫好時光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们是一个女生限定嘛，然后好就是女家子，所以我们希望创造给所有女生就是只有女生的运动空间，然后就是每一次运动都是最棒的好时光。对，这意思是什么呀？男生就不可以去，男生可以当教练，我们都这样跟大家讲，大家就把身材练好。我讲真的，我觉得这5年到就近5年，或是近6、7年，我觉得运动已经成为台湾一个非常就是很流行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风潮。就以前运动好像是特别走人同来世界是好像说真的看个人的需求或是喜好，可是现在你走在路上，就变成好像运动是一件很平常又很流行的事情，而且有时候现在感觉上润童好像变成一种很时尚的感觉，有没有？然后走在街上运动好像哇很会的样子，生活 style。对，所以其实现在的女生运动也越来越多了，有没有发现？以前的女生好像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运动，而且都是在劳动。所以你最没有运动？有，我昨天就是你知道扫地对，然后我吸地板，但现在是真的去运动，那是劳动跟运动是不一样的。对，那我们讲一下，你觉得为什么现在女生越来越爱运动了？然后可是以前好像没有。我觉得这1、2年女生运动很明显的比例有上升的原因，是因为之前路跑的关系啦。我们自己觉得是因为其实跑步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运动，然后前阵就是台湾很多路跑赛嘛，各个主题什么 Hello Kitty 啊、小丸子都有。那其实很多女生呢，她们原本是不运动不跑步的，可是觉得这个活动很好玩，所以她们开始踏出了第一步。那开始踏出了第一步之后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因为很多事情你没有开始就没办法持之以恒，这样。那至少她们愿意尝试了第一步，那好跑步愿意跨出了开始尝试，那之后呢，跑久了，女生就是算是蛮喜新厌旧这样，同一个运动做久了就会腻嘛，就觉得我可以其实愿意去尝试的转换成另外一种运动这样。对，真的，你要想想看哦，以前在学校念书，或是后来大家都觉得运动好像是男生。一般来说，以前的刻板印象会觉得说男生喜欢去打球，然后女生就好像做一个比较女性化的事情。可是像运动就变成女生很爱的一种风潮了。我觉得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像我自己马动好润童，可是我觉得跟他们2个比起来哈，我可能就只是这样子而已。你们2个很爱运动，对不对？对，我是从小就很喜欢运动，对啊，就是从国小开始，然后就是田径队啊，然后有参加过田径队，怎么样啦？很不熟很不熟，这是一个很新的，是不是？因为我通常平常分享没有分享过这一段，对，分享大概都是我小都是跳舞的这样，对，芭蕾舞对。所以你参加过田径队？对，就是国小的时候这样就开始跑步，对，那云乔呢，也是一开始就很爱运动，还是后来慢慢培养？我应该是因为小时候爸爸都会逼我们运动哦，真的？对啊，真的很莫名其妙。爸爸有在看电视吗？所以爸爸以前就很时尚了，有没有？就开始逼你们运动。因为他自己应该都是平常都有在打网球，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他应该是自己不会游泳，然后很希望女儿们都会游泳，所以就每一次周末我们都会被他带去游泳。哦，所以你小时候爸爸就会带你们去游泳。对，然后应该再加上自己本来就是有一点运动天赋，所以人就是这样嘛。如果你在某一个领域你表现得蛮好，你就会开始喜欢这件事情。这真的很不错哦。以前就是有时候因为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梦想，就会叫小孩去完成，有没有？比如说很想成为芭蕾舞者，就叫小女儿去跳舞什么的。我本身就是这样的 case。真的吗？所以你觉得爸爸妈妈是希望你做什么梦想没有办法完成，然后请你去完成？就芭蕾舞。对芭蕾舞。对，我小时候可以秀一段。没有，小时候练过的。哦，所以真的是，然后结果你的宝宝是因为自己很想不会游泳，想完成游泳的梦想，就由你来代表，这样太棒了。你看，所以今天我们才有这个好时光的这个运动教室，对不对？谢谢爸爸妈妈。不过我们狗聊片，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创业其实是蛮多的，每个人走的路线不一样，所以你们2个真的就是2个小女生。对我来说哈，我想对动都用亲朋友的狗，还可以2个小女生，你们就这样子创业了。然后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了，对不对？而且听说刚从影片里面来看就知道，你们的教室很漂亮耶，而且感觉上很流行，然后很明亮，然后很自由，然后很有颜色，这都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吗？应该是我们本来就是希望创造一个跟其他的那个健身的地方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家，刚刚影片里面应该也有提到这样，然后让女孩们一进来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舒适自在的运动环境，然后又可以跟朋友炫耀，因为它长得就是比较漂亮一点点的，对啊，所以我们很用心在打造这个环境啊，包含从就是我们的色彩的设计上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有跟一些插画家合作，然后帮我们设计一个就是很温馨的柜台这样。对，所以在里面工作其实也很舒服。
对，而且我刚刚好像有看到隐约看到你们有办公室，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透明的玻璃，是不是？所以你们是怎么样在里面办公，还可以监视外面运动的人？这很聪明耶，没有来就知道被发现，是不是？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认真在做运动。对对对，因为毕竟2个算是老板嘛，对不对？坐在里面哦，外面的那个朋友们抬杠都在轮同一时间，我就在办公室里面啦，用斜眼观察一下有没有。下课就问他说：“你刚刚好像，你刚刚好像对，刚好像有点偷偷的在那边休息，是不是？没有跟着教练的这个节拍，是不是？哎，我觉得那种整个环境不一样，那种整个运动的那种气氛跟活力就会不一样。对，所以问一下，除了你们自己创业你们自己平常每个礼拜都有踏踏实实在运动吗？这是很好的问题耶。有吧？有啊，因为我们就是得了一种不运动就会受不了的病，这样就非常焦虑。一个礼拜应该3到4天，都会有啦。很多哎。可是应该是因为像我们有时候为了不同的目的，有时候要去比马拉松啊，或者是像他之前比3项，对，是连3项。你看起来如此之娇弱，他超猛的好不好？他超级厉害的。对啊，那所以为了这些赛事，其实我们都会花很多时间去准备啦，可能每个礼拜每一天都有课程要去完成这样子。好，鄉親朋友，其實呢，佢兩個人從呀對佢哋嚟講，唔係大家看到嘅案件，但係要多嘅故事，就嚟到大家嘅歡迎，同大家聊下，等下就進來。哇，今天东方饮酒店绕墙的了解这样什么呀？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其实你们自己平常也是一定每一周都会运动，一定要这样啊！你们自己不运动，然后叫别人来运动，对。可是大家一起运动的感觉很好哦。对不对？常常人家会说，有时候你参加球队的时候是以球会友，对。然后我们就像运动的话，其实也是用运动来认识朋友，对。而且那种亲密感会不一样，很奇妙。你们自己有没有那种感觉？有啊，因为像我们的名称，一直大家可以发现的话，我们不是什么健身房，我们自己是把我们定位在一个女生的运动社群，因为我们当初成立好时光的目的就是希望解决女生没办法持之以恒运动这个困扰。那其实最主要要让女生可以持之以恒做某件事情呢，就是把大家聚在一起就对了，就是大家做什么事都要一起，就是以前上厕所也要一起，对，以前是不是下课的时候上厕所要手牵手？对，你陪我去上厕所。所以我们现在也要这样子，对，就是只要把大家找到朋友，大家就可以继续运动下去。而且如果你今天有点懒散的话，就说不行。对，马上来就来了。对，马上要撑住，对不对？所以你们的课程内容呢？我们课程内容以运动训练的项目来说是非常多元的，就是有跑步训练啊，有肌力训练，还有大家女生喜欢的一些有氧舞蹈。那其实我们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去融合结合我们刚刚社群的概念，就是其实应该很多女生在运动经验都常我自己去运动中心，然后可能跑步机，然后呢就我对一个人去，然后一个人走，然后台北夜晚就是依旧非常孤单。天哪，我好孤寂哦。那我们就不希望说运动是一件那么无聊、那么没有灵魂的事情，所以呢，我们都会在运动训练的过程中呢，请教练们安排一些互动的游戏进去，就是一些团体的游戏啊，或者是有一些双人的动作可以替代单人动作，譬如说我一个人做仰卧起坐。其实很累很无聊，而且超无聊，大概做个5下算不算了？对，那我们可以设计一些，譬如2个人一起做，然后起来的时候击掌一下，这种是互相加油打气的这种模式，这样子。所以这是你们主要的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色，对不对？其实让运动好像结合游戏的那种感觉，而且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因为其实运动说真的，如果除非你有很强大的毅力，不然严格讲起来，其实它有一点点枯燥，会有点无聊，因为它动作是一直在重复，对，然后又会很喘，有时候有没有？然后又会很累，有没有？又很痛苦。你想想看，这几天可能已经可能一段时间没运动，然后最近又吃特别饱，然后跑起来又特别吃力，对不对？不想放弃。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要有一种群体社群的感觉。所以你们有什么精神口号吗？看你们今天穿的衣服，就感觉像你们很有精神口号。对，我们就是有一个叫做331的口号，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不管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只要好女孩聚在一起，我们就是会围一个圈圈，然后帮大家加油打气。然后331其实它是一个节奏，所以我们就是这样1、2、3、1、2、3、1。然后就是可能教练啊，或是我们会喊好时光，然后大家就一起喊今天的口号，像是开嘎后，太棒了，真的很棒，我觉得不错哎，我觉得今天就把这个带回去，在教练那边，你们口号完毕之后，这个精神口号就这个，真的，我觉得不错，加油啊，对，加油，加油，对，这样好时光拿一个加油，来试一次，好，我们准备哦，3、2、1，预备 ，Go， 好时光。加油！好棒哦！
太棒了，我觉得太有青春活力。请问可以接受像这样的年纪的人去吗？感觉上那个好青春活力。不过我们 range 其实蛮广的啦，因为我们都称大家叫做好女孩，我们这边不会有什么好妈妈，或者是绝对不出现什么好阿姨啊，绝对没有，全部都是姐姐。这样子我有比较安心一点点。大家都叫好女孩，太棒了，没关系，我可以当好姐姐。对，所以其实这样大家运动起来也不会这么枯燥，而且又很好玩，然后又可以交新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因为我今天看你们的衣服，这是你们自己的特别设计的服装吗？上面的印刷是我们设计的，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因为女生运动就是要穿的美美的嘛，而且大家有时候想要穿一样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真的很女子团体，有没有？我跟你讲，用心陪你黑工，你现在没有办法组成什么女子歌唱什么天团，有没有？没关系，我们就组这样子的，有没有？好时光女子天团，我们自称的天团。对，所以其实就会有这样自己设计的，的 logo 啦，自己设计的衣服。有在推，就除了运动训练课程之外，我们有推出就是女性的运动服饰这样子。对，那我们之前都是自己设计啦，那之后会找一些就是台湾的插画家做配合，就是让女生的服饰可以看起来更有特色一点，不会都是各大品牌看起来都是一个很大的 logo 在胸口那种类型。你现在是在讲别人？没有啊。有些女生比较追求就是要穿的特别一点，就是有时候不太想跟隔壁的女生穿的一样。对，也是，或是我们想大家穿一样，对不对？没有错。或者大家都穿一样，走在路上感觉霸气的。对，真的那种感觉会不一样。用你们这两个年轻女生实在是太可爱了，我觉得这就是运动后的成果哈。所以大家，我觉得真的要鼓励大家运动。其实看凤以类改。电视节目的朋友有很多是我们的妈妈哦，因为我们下午播出，然后他们有时候我们的节目后面会有运动单元，然后大家会跟着做，所以今天来到这边，其实告诉大家，其实运动真的是不限年纪、不限时间，然后我们要鼓励大家运动流汗这件事情，而且老台刚刚会讲哦，就是说你如果可以走尬50拖地板，那个不是运动哦，那个是劳力付出，对，不一样，对，运动是不一样的。不过其实看到刘凯这样子没走到这边，好像觉得一切都很完美。其实你们这样创业过程，应该也是经历很多艰辛的过程哦，有吧？艰辛交给你讲好了，有没有很艰辛？还是要想很久？刻苦。有没有很艰辛？有没有没有想要放弃过？没有，没有吧？有没有中间有一度想说，哎，算了。会不会这样？应该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离我们两个想要做到的事情还有很大一个距离，所以暂时没有想要放弃这样。是，所以到目前为止很满意嘛？因为你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除了这个人力成本的支出之外，也要有招生啊，对不对？哈，刚刚看起来好多人，对不对？我相信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多人，对啊，招生应该也花很多力气，对。你们要有行销策略，对不对？行销部的发言一下。现在又变成行销部。其实我们在自己的空间都会很强调，就是我们不推销，我们推荐这样子。因为其实大家去健身房都很怕，就是业务来骚扰这样子。对，所以我们都不会说，你一定要逼你进来，然后找一个桌子把你拉下来，然后就是要逼你来堂课这样。对，我们觉得就是如果我们的训练的课程是好的，那我们也相信说，真的是把交朋友还有社群的元素放进来，大家会喜欢我们的东西，那就会呼朋引伴来。因为女生又很喜欢团购，就我们的堂数是可以大家一起用的。我觉得你们完全抓住女性特质的条件。对，我们要穿一样的衣服，我们要团体，我们要一起，对，然后团购，所以就会这样子。这是你们的其中一个行销策略。对啊，就是一定基本就是要把我们的服务做好，然后会设计一些就是带朋友来会比较便宜的这种方案，去鼓励大家呼朋引伴。你们都全部都是你们就2个年轻女孩自己这样子身体力行，一步一步做。对，以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有其他正职的员工，现在就大老板的这样子，也其实也交朋友，也是很多事情，1个月还是2个人，小编还是自己回啊。对，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就是自己去做，因为我有看到那个短片介绍，你们连那个发传单或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自己亲自去做，不容易哎。对，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做过，其实你很难去教下面的人做，或是叫其他人做。你要体验那种感觉，然后你们是不是自己也会去？如果你们要找合作厂商，是不是也会自己去提案啊，或什么的？对，基本上我觉得都是我们2个来的，你们俩就是招牌就对了，自己去提案。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要花蛮大的，除了专业跟你们本身的能力之外，其实要花很大的勇气哎。对，也不会有怕失败的感觉。
不会，我们精神就是只要相信就能做到，是，所以我们凡任何事情我们都会先去尝试，然后失败了再说这样。有没有什么让你很沮丧的事情？沮丧的事情哦，我觉得可能问，我觉得我今天访问这一集好像问不到艰辛困苦，起承转合，这样太开心了。我觉得好像我问不到为什么，因为运动人实在是太乐观了，有没有？有落泪的桥段有吗？其实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好像每次大家都想要逼我们有一些落泪的桥段。想一下比较好，没关系，我们讲一些快乐的事情好了。感觉实在太开心了。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们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应该说，我觉得你们的教室应该很满吧，应该已经很多学员了。还有进步很大进步的空间了，很大。你看，老板都会说这种话，有没有？真的欢迎各位观众们一起来跟我们一起运动。对，没有，我觉得这样讲应该也交了很多朋友。对啊，对，其实刚刚你问我们说会不会觉得很挫折之类的，其实我觉得某些时候不会，原因是因为常常我们为了一些可能学生的留言啊，或是某一些事情，觉得好沮丧，怎么会这样？我们明明就在做对的事情，可是得到回应却是非常的令人错愕。你可以举什么样的留言吗？对，你先举一个，我再举一个我这边的留言，看谁比较严重。没有啦，其实也不是说很恶意的，但是因为其实我们原本是比较像是运动的社团嘛，然后后来慢慢变成公司经营。那公司要经营，其实就要有趣的发展，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必须要提高我们的费用。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会跟我们反映，然后但说的话会比较激烈一点，这样他们看到就会有点受伤，比较刺激一点点。对，但是我们就是像刚刚讲，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每一位学员好像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啦，他们好像也感应得到，不知道女生可能有心电感应吧，就会传讯息跟我们说，就是叫我们加油，这样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其实很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等等，这样就安慰我们。你这么说就突然想到，对啊，我那时候我们就也是发生这种事情，就那时候我就觉得那天隔天还要去比那个3铁的比赛，然后我想说天哪，就是前一天我们可能涨价要公告，然后就觉得大家怎么会有这种反应，这样有点激烈，然后就隔一天搭那个火车的时候，就收到我们好女孩就是非常温馨很长的一个简讯，这样，然后她就说就是有时候总是会遇到这样的人啊，然后就是还是有一些人是能够理解我们的，这样我就觉得差点哭了这样，然后就很放心的去比赛了。是，后来比赛还好吗？很好，太棒了！你看，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踏的每一步，只要有它。就是你们是规划好的，是想好的，而且是必然存在的。其实那都有它的意义。我真的是这么觉得哈。其实你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挫折？说没有是不可能的。说会不会心情没有被影响也不可能的。但是我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好，其实兄弟朋友了解什么？记得会做爱用嘅事情本来是会好辛苦，不过行到俩根本一俩苦，记得话有以後嘅心情。還有乜嘅故事就嚟到大家嘅分享吼，聊下等下陣來。今天老大家来讲吼，大家强好来运动哦。其实我们一直讲整集下来，我们其实就是要鼓励大家运动啦。对，除了可以去好时光上课之外呢，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运动真的很重要。对，而且我觉得运动可以带来那个整个身心灵其实有不同的改变。我们刚刚说运动可以交朋友嘛，你们都交到很多朋友嘛，对不对？你看好时光姐妹，你们要回你那些温暖的一些讯息，你就觉得很感动。对，然后你看这就是交朋友，但是运动完毕之后，其实心情会很好。而且有个很重要的观念，现在有很多人哈，跟汉基人同，他就说没时间，没有时间。听说小芳是不信这一套，是不是？我觉得不可能。对，我们那时候练还练2餐，对不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运动是一件不好玩的事情，所以你就会没有时间。假设说我今天送你一张迪士尼乐园的机票，那个门票免费的，你就说哦，我有时间，立刻在美国我都可以去。可是有时候下班真的很晚呢。周末啊，周末还是可以运动。早上啊，对啊，早上我平常都很早起来运动，我自己有时候都5、6点起来。5、6点早上？对啊，5、6点，真的。你都几点睡？但我蛮早，12点睡觉。也还好，也没有很早，所以你睡眠时间也还 OK， 就12点，但5、6点就可以起来运动。对啊，因为就是得了，就是觉得运动这件事情不做就会受不了这样。可是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动潮改观念，如果说你平常走铁路改世界动摸汗，然后剩把阿里动台，其实有时候运动很舒压。对，你不要把它想成那个是另外一个功课，你就想我今天好累，所以我一定要去运动。有时候因为看你的工作类型，尤其是如果你工作的类型是一直要花脑筋的，对，你一直要花脑筋，你以为回到家里在那边看电视，然后这样做的好像很舒服，其实那样子反而没有办法舒压。你就是去运动动一动之后，
搞不好回到家里更好睡。好，所以其实黑公喜都润通话，再加上如果在好时光又有不同的运动内容，有有氧的嘛，对不对？或是重训的嘛，对不对？然后又可以。更重要的事情是，又不会胖，又可以雕塑你的身材。你看这2个人这么瘦，就知道运动的好处很多。所以接下来你们有要规划什么样的未来的计划吗？我们未来的计划就是我们今年呢，希望就是可以开我们第2家店哦。对，好棒哦！然后，因为我们这家店主要有2个重点啦。第一个是坐落的地方，就我们希望是可以就是深入每一个人的生活圈当中的。对啊，最好如果有一些闲置的空间，我们也是可以去发挥。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喜欢把运动跟各种创意做结合。我们曾经就有想过说，假设说菜市场楼上有一个空间好了，那我们可能可以打造成就是菜市场楼上的健身房的概念。对，而且如果是好姐姐去的话，有没有健身完毕之后还可以去菜市场先把菜也买好。一起回家，对，所以就现在就在找这些比较好玩，然后可以被活化的一些空间。太棒了！像你们这么多的创意，又做这样的事情，你们爸爸妈妈应该很开心吼。各种紧张啊！听到说回家说，我们要开2店，是你们有2店的计划，开心。我觉得一开始不讲，开幕再找他来。是，我先讲一下，一开始最初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爸爸妈妈的态度是什么？我的比较精彩，还是对你的比较精彩哦，因为我是自己本来还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对，因为我们都算是那个就是可能所谓大家的什么明星高中啊，或者名校毕业这样，所以可能爸妈对我们都会有一些他们心目中的期待跟想象，社会也有一些期待这样。那我个人就是我先完成了这些标签化的事情，例如说在外商上班啊，然后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就是我证明说我已经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然后后来觉得在外商上班，我自己觉得能够发挥的空间是有限的啦。当然不是说那边不好，而是说可能你自己当老板，你总是可以做的事情是比较多的，或是你想到的事情都可以立刻去做这样。所以我后来就做这个决定，然后爸爸就很崩溃，对，他就很崩溃，对他可能就觉得我本来是把这个当兴趣在做的，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兼着做。我觉得他应该是说我女儿不错哦，现在在外商公司又爱运动，多健康的一个女孩，对不对？下班还3铁，对不对？哇，然后体态又这么好，真是很棒啊！突然间，爸，我不要做了，我要自己去对开一个运动，就吓到，是不是？但后来应该到了你们教室之后，应该很开心吧？上次受访他好像是说，就是总是还是会有很多的担心这样。是，他说他是不是说开心大于担心？他说他已经准备好，就是要把房子卖了，就如果我们没有钱的话，对不对？我觉得很感动哎，我觉得这就是爸爸，他心目中可能有百般的不愿意嘛。然后给狗可能都改教室运动教室，想说。哎，我想想看，我那边还有一个房子，看一下时间，想说，哎，可能那个房子我没关系，我可以先去看怎么处理，再支持女儿。想买车先不要买。对，然后现在又听到要2店，是不是？又开始是变卖一些自己的。想说，哎，我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卖？手表啊，对，我觉得一定是支持，但是因为那实在转折太大了。对，所以这边呢，小胖这边。妈妈好像还好，对不对？妈妈也很开心跟你一起运动。对，觉得我爸妈也是一样啊，就是内心是很担心，但是可能我个性就是我想要做，我就会想要把它做到底。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们是想，反正也管不住，应该是这样吧？对啊，就是常常我爸有时候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他可能觉得我蛮辛苦的，他就说爸爸真的是很坏，都没办法就是让你好好过生活，你还要那么辛苦之类的，没情怀哎，就在蛮好笑，他们可能不敢正面跟我讲什么。反正对他其实觉得管不住，心中也没有很安心，然后也很担心，所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啊，反正我也没有办法提供你很好的状态什么的，没关系。他说不要那么辛苦啦，算了啦。对，不过我觉得其实他们发展到现阶段，他们其实应该是觉得很开心，也很骄傲的。对，最重要的事情是爸爸妈妈有没有跟着你们一起运动？有啊，我妈妈就是都有固定跟我们一起跑步啦。对，然后他就是负责帮我维系，就是妈妈那一个圈子的感情。他说好姐姐，好姐姐，绝对不是好阿姨，是好姐姐那一个团的，都是由妈妈那边维系，是不是？对，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爸爸妈妈也一起来运动。对，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偶尔也让爸爸妈妈去你们的办公室坐一坐。
我们很怕他来，会吗？都会说我们很怕他，对，他就会开始问这些租金多少这样，然后每个月薪水要付多少，还好吗？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都一直很开心的聊天？其实台咖又两个小女生也聊得很开心，感觉很开朗。可是其实我觉得，我发现跟你们聊天哈，要有一点功力，有些事情问不出来。对，刚才对很坚强。刚才自己聊天的时候，又才不小心透露说啊，租金啊，对不对？这个月有多少学员啊？你们这个月花了多少钱啊？每个月总是还是要有一些报表结账啊，对不对？但这些哈问不出来。其实我觉得这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代表，其实这一定有很辛苦的过程。但是我们告诉大家，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很坚持。那一些辛酸血泪，我们就往肚里吞，然后但是还是克服。转头就擦眼泪，是这样，也还好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创业一定会经过的过程。其实不是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因为现在很多人看年轻人创业，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难。因为看到都是好像比较光鲜亮丽、很成功的一面，说哎呀。不简单呢，还有上音哦，等下是走的动喉哦，很棒的样子，对，动喉，高级客家话来学一下，动喉很好，对不对？好，今天学到是胎嘎喉，对不对？像动喉很好，对。可是事实上，背后里面要承担的那些辛苦，或是各方面的成本，都是别人看不见的。所以难怪爸爸会很崩溃。爸别再崩溃了。对，可是不会啦，我觉得希望2店可以赶快成立。对，所以用亲朋友黑工，你家附近哈，很希望他们去开2店、3店的，有没有？看完我们的这一集的福气的时候，其实可以提供一些讯息。对，如果你觉得你家有闲置的空间，又可以在你家楼上运动。是可以提供我们可以非常欢迎。对哈，不过到这边其实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运动。有没有最后30秒什么话要跟大家讲的？我们刚刚想到，就是因为大家看那些美食节目，都会立刻就去那一摊买东西，而且一看完等不到天亮，有没有？第2天就去。为什么大家看我们节目都还不来运动呢？都是可能还是躺在沙发上。所以我们决定就是有看这个节目《福气来的》节目呢，我们就截图，然后传讯息给我们，就免费送他课程。5月底前，等一下，这个是现在突然发想的吗？突然决定很多事情。5月底前，对，5月底以前是不是？所以重新讲一遍，就是如果有看这个节目，然后截图，然后呢？怎么样？截图就可以换免费。我们有 LINE 这样，或者是粉丝团，好时光运动乐园。哎，这个是拍谁哈，不好意思哈，这个是突然发现哦，这2个老板在这边哈就突然承诺了这件事情，对，像电视购物，对，很像电视购物。可是没关系，更详尽的讯息哈，我相信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福气来的粉丝页做很详尽的说明哈。不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小胖跟云乔可以来到这边，我觉得这是一种气氛，一种青春活力来捞台咖的分享哦。非常谢谢小胖，也非常谢谢云乔，有机会有新的课程就来这边跟大家介绍，好不好？为大家一起来运动，好吗？谢谢。好，乡亲朋友，所以你下日日咧做运动了。